大家好，我係新仔。今日咧就帶嚟一個都係3A 遊戲《原子之心》。呢個遊戲咧，我覺得屬於有啲比較超前嘅，都係今幾年出嘅遊戲啊，好似係23年定係24年出嘅，係因為都係屬於3A 製作，無論係畫面啊。其實呢個畫面可以搞得再靚啲嘅，只不過就冇咁流暢，係。但係我覺得已經好唔錯㗎啦，已經好唔錯㗎啦。你睇下嗰啲紋路啊，陽光太陽嘅反光點啊，都係好靚嘅，係。咁呢個咧版本咧係中文版嘅，即係普通話版嘅，係。呢個遊戲真係點講咧？入邊嗰啲全部都係機械人講機械人嘅故事嘅，係好先進、好超前，係。咁呢個開頭咧就有啲耐，咁我就大致俾大家睇下，一陣我哋就切出去嗰個開始做任務嗰陣時嗰個畫面。呢個遊戲咧點講咧？佢好係好，但係我睇到人哋嘅評價係咩咧？就係太短啦，係，即係譬如一般遊戲啊嘛，最起碼都有可能50-60個鐘咯，或者最起碼30-40個鐘咯，即係主線任務都好，玩落去故事嘅發展都會耐啲。但係呢個遊戲好似10幾個鐘，就比較短咯。但係佢嘅畫面真係靚，同埋呢個遊戲都幾大嘅，可以做到都算幾流暢㗎啦，係啊。我呢部設備咧，呢部機咧係Y784對16+512。好，咁咪俾大家睇下。哎呀，撳錯咗。就俾大家睇下嗰個我哋做任務嗰陣時，係有興趣嘅各位朋友可以先了解下咯，係。无事，提3呼叫。是你啊，谢尔盖，一切都好吗，孩子？開咗7幀之後咧，都有60-70幀咯，都算做咩咧？算做唔錯嘅啦。睇先啦，我睇下呢度邊度。呢個故事咧係講緊蘇聯時代嗰陣時啊，已經發展成全世界都係機械人、人工智能，係。咁咧有個叛徒黑咗嗰啲機械人嘅系統，黑咗系統，操控呢啲民用機械人發生叛變。我哋依家要去揾出嗰個人，拉返嚟。其實呢個遊戲嘅畫面真係好震撼，係。嗱，大家可以睇到雲端上邊呢啲全部都係蘇聯人建嘅空中花園。我哋就係喺嗰度落嚟嘅。呢度有個機械人呃人嘅，要將我哋呃過去殺咗我哋。放我出去！嗱，下邊嗰啲就係佢殺我哋。操！給我滾遠點！如果大家
睇到呢度咧，唔知道呢個遊戲講乜嘢嘅。你啱開始玩嗰陣時，嗰啲劇情係唔可以跳過嘅，你就可以睇完，睇睇佢呢個世界觀係點樣嘅，故事嘅發展，同埋主角發生咗乜事，全部都會同你講清楚。所以大家咧，遊戲開始嗰陣時咧，可能有10幾20分鐘左右嘅。可能係劇情咯，大家要耐心睇完。我發現了，怎麼樣？多虧有你救我。你來這兒幹什麼的？我只是路過。你怎麼稱呼？我，吉娜，叫吉娜老太，別的你不用知道。行吧，明白了。這是怎麼回事？怎麼那麼多死人？你沒看見嗎？機器人見人就動手，找不着躲的地方，那就等死吧。要是有件武器就好了。你那兒有武器嗎？肯定有，但是不可能給你。下面有一片綜合體建築，要武器就自己找。瓦維洛夫綜合體，我就是要去那兒。那你今天運氣不錯，我跟你一路，那地兒還算挺安全。操！蜜蜂來了！他哪來的？咱還有30秒，趕快跑啊！你說30秒是什麼意思啊？30秒之後咱就死翹翹了，小子，死得透透的了。一會兒啊，你來，快！順勢着擰，順勢着擰。行了，我去拖住他們。呵，你這武器不少啊，大娘。哇！你準備怎麼辦？看好了，天哪，有完沒完？持槍點慢，我可以睇到都係流暢嘅，好流暢，個畫面真係好靚。沒有，你要是沒小心。發生咗咩事唔知？哦。呢個遊戲可以係自動 save 嘅，即係到一個特定嘅產景錄，佢就自動 save。得想個辦法打開裝甲門。次反光啊！我知道，我想要就是杀他。兄弟，快帮我取这个！啊，有啊。有。哎，门那边啊！门那边有人啊！我執咗乜嘢咪喺度落去。
说的轻巧，别他妈瞎指挥了，倒不如说说彼得罗夫的事儿，他是怎么被抓的？再接击！野火烧不尽。听听我的意见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視頻就到呢度啦。大家如果有咩需要啊，或者有興趣對於呢個遊戲都可以大家一齊交流，同埋有想要測試嘅遊戲都可以發俾我。好，多謝大家。